款真无共款的菜，咱来看到珍珠粉泥炒高丽菜，你敢有食过？最近来社群的群组就出现这张宣传文章，内底有相片讲食高丽菜，学生囡仔较有法度考100分。另外，还有这组高丽菜来炒这个珍珠粉泥，共款引起大家热烈讨论。原来因为最近高丽菜大出，南投县县政府为了要来推广高丽菜，特别设计宣传图来绍介高丽菜营养价值真悬，嘛有真侪创意料理。有人真好客，真是甲高丽菜摕去炒珍珠粉泥，到底气味啥款？带大家来食看卖。遮尔啊大字写讲，自从食高丽菜了后，拢是考100分。下边还有高丽菜营养小常识，甲看边仔高丽菜料理推荐。既然有出现这个珍珠奶仔茶来炒高丽菜，又搁讲这敢若伫日本才会出现的神秘料理，安尼互人看到会犹豫讲，敢真正有这道菜咧？蛮有趣的，可能以后可以推个珍珠奶茶锅之类的，然后加一堆高丽菜。原来是因为高丽菜最近大出，南投县农会为着要来行销，才来想出这个趣味的套头，甲放在咱的这个社群内底咧流传，果然来引起话题。即马这个南投农会嘛，真正有甲做出这道菜，听讲滋味阁袂歹哦。刀安尼甲切落去，就会当听到高丽菜脆脆的声音。用蒜啊芡芳了后，再甲高丽菜甲炒到这个叶啊较软溜，刷落来就会当掺入乌珍珠粉圆，上尾再过来刷一寡米酒甲佐料，安尼这个香公公的珍珠炒高丽菜就会当香上倒咯。有那个高丽菜的甜度出来，然后又有那个珍珠的一些淡淡的香气，还有 QQ 的，我觉得还蛮搭的。冬天吃火锅多，火锅里面大部分很多都会放高丽菜，而且高丽菜的它的营养成分相当的丰富哈，所以在此呼吁哈，我们消费者多吃高丽菜。为着要来行销农产品，农会出奇招，结合时事青笑的话题，来做出创意料理。这就食到咸芳甜啊咸芳甜的滋味。虽然讲内底无掺柠茶，不过这款特殊的口感，嘛互民众感觉真奇妙。这个行销方式，果然伫媒体顶悬来正做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